庄凯便所吼是无马桶的，是乌一空塞下壳。啊，拄好吼，这小明的女朋友七啊，叫做阿芬啊，吼去便所放屎。吼，啊，我甲因即个校外两个人同齐去创啥？吼，人讲吼，人是咧蹦米芳，我毋是，我用水鸳鸯咧蹦屎。啊，你就知影吼，即个时阵大声细声哀。阿芬啊，就走去甲阮去阮兜吼，甲阮即马斗，吼，阮即马气甲咸要死。即阿芬啊吼，后骹还未离开户顶，就开始吵，开始咧，吼，归来。讲即马，啊，恁囝11岁，你毋知影？无啦，叫你归来，吼。你敢会对起恁尴尬祖先？你敢会对起恁兜的老爷公啊？啊，我感觉讲这个阿良师吼，我感觉你的台语一定是真认真无问题。就好听的。要毋过真正去互时间这个代志吼给困扰去啊。譬如讲规个吼，规个这个笑点，我毋知影现场有偌济人听有。归来！讲即马，啊，恁囝11岁，你毋知影？无啦，叫你归来。伊拄则规个。规岁你毋知影哦？这部分应该是讲规个，听起来敢若几岁？几岁嘛吼，应该是安尼。要毋过你真紧就讲过去啊。啊，有一寡人搁咧消化头前啊，什物规个甲几岁有啥物关系？无简单就一个笑点的时阵，咧嘛过去。